跟住落嚟睇睇2024年 HKM 嗰個第五條啦。咁題目咁講噶，佢就喺一個直角三角形入邊咧，佢頂點所作嘅中線長度為7同埋9。係啦，咁我哋梗係畫一畫圖先啦，大概呢個樣啦。銳角所作啊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呢個咁樣讀落嚟啦。咁呢個紅色線咧個長度就係7啦。咁呢個讀過嚟啦。咁呢個紅色呢條咧就藍色線咧係9啦。咁題目就係問你條斜邊點計啊？你哋點計啊？OK，咁啊因為咧佢係中線啦，所以呢啲係平分嘅。咁啊當 A A B B 啦。咁啊根據呢個做得多咧，其實數學書都有教嘅，通常都唔會直接揾 A 同 B 嘅，可能係叫你揾 A 二次加 B 二次嘅，因為斜邊其實就係跟好 A 二次加 B，係跟好將個4抽出嚟啦，就 A 二次加 B 二次啊嘛，其實揾咗呢一樣嘢啫嘛。咁啊點揾咧？咁我哋不如用不是定理揾啦。4A 二次加 B 二次就係49啦，即係喺呢一個三角形度做。咁啊，然後喺呢下面嗰個扁身啲嘅三角形，我哋再做啦，都係差唔多啦。A 二次加4B 二次等於21，咪出到兩條式，一式同二式。要揾 A 二次加 B 二次，即係兩個加埋一齊啦。5A 二次加5B 二次，81加49，哦，130嚟嘅。咁所以 A 二次加 B 二次咧，除翻5啦，係26嘅。OK 啦，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咁就揾答案咯喎。咁所以答案就係咩咧？就係兩個開方26啦，係啦，咁啊事前已經揾咗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計完呢條，咪第五條。